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龐寶林投資 GPS。習特會、震股會，美逼人仔升值，利內需同埋晶片股，習近會就嚟啦。佢哋傾啲係乜嘢呢？美國最重要就係美國個國債有人買，因為而家最大嘅買家咧就係得日本。咁日本咧已經買咗好多啦，咁啊再買咧，佢自己認為石油咁貴咧，佢都好難定。美國賣啲油俾佢咧，但係唔會賣平俾佢噶嘛。咁佢成本通脹係高咧，佢加緊息。日本成熟市場個 GDP 咧 ，debt to GDP 係最高嘅，咁就會出現個問題，解決唔到佢呢個問題，因為佢通脹高，個利息高。其實日本都好危險嘅，國債就係等於同美元有關係，跟住係石油有關係啦。咁第二咧就係中國同美國嘅科技、軍事同埋台灣嘅問題，咁第三就係匯率啦。美國希望中國出口少啲，或者買佢啲嘢多啲，希望咧就逼人仔升值，好似以前逼日本日元升值喺80幾年代嘅時候，廣場事件。呢個出口會唔會咧？咁中國軍事係自己控制，唔同日本啦，大家自己嘅考量。但係咧，中國入口就上升咗個價格，因為油價係上升啦。仲有咧就係稀土同埋中東嘅戰事，伊朗嗰方面，特朗普想完㗎啦，得唔得咧？稀土嗰方面其實已經傾過，所以應該就唔會太大嘅問題。反而咧，美國想中國買農產品大豆啦，因為呢啲係選民啊，美國選民。咁中國最盡可能係做呢樣嘢，最後就係好多制裁啦，無論科技嘅制裁啊，或者喺伊朗啊，最重要美國、伊朗同埋喺中東嘅戰事，美國繼續係再度開火，油價咧就抽高咗幾個 percent， 但係特朗普咧淡化咗個衝突啦，就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啦。最近美國情報局咧就講咧，原來德黑蘭就算受到以色列同埋美國咁樣炸法、咁樣封鎖佢個海峽，佢原來咧都可以之前3至4個月甚至5個月先有經濟危機，即是話咧繼續同你撐多幾個月。特朗普咧就中期選舉係11月就已經有結果啦。其實特朗普係好唔掂啊，咁所以特朗普根本已經 tackle 做完就縮㗎啦。咁另外咧，德黑蘭就係美國同埋馬列襲擊之後咧，原來咧佢哋嘅實力仲係好緊要嘅，保留咗之前75%嘅發射，即係話你炸咁多，其實仲有75%，導彈庫仲有70%，證明德黑蘭喺重用軍事同埋其他儲存方面非常之唔錯嘅，同南美洲嗰啲咧就爭好遠啦。咁另外咧就美國5月7號嘅時候要求咧好多國家，尤其是喺聯合國國家投票支持逼伊朗停火同埋布雷啊水雷嘅決策，俄羅斯已經反對同埋徹底咧要退回全國。咁所以美股市嘅情況，我哋首先睇個經濟嘅情況。4月份咧，佢薪資周圍咧係唔錯，非常標青，11.5萬，失業率亦都係4.3，OK 嘅。第二咧就係個時薪咧就升咗3.6%咯，每年按年嚟計都唔錯啦，但係比3.8係低啲嘅。但係咧，密芝根大學嘅消費信心喺4月份嘅49.8跌到48.2，係創紀錄新低，遜於預期估算嘅49.5。咁未來一年嘅通脹咧，大概跌到係4.5%，低於估算嘅4.8%。10年嘅通脹咧，亦下跌到3.4%，有機會減息咧，我覺得暫時未知啦。除非中東嗰方面解決，油價跌翻落嚟啦。資金流向嗰方面咧，我哋睇到好奇怪啦。全球嘅股票基金繼續係有好多錢，咁大家都係睇到樂觀，覺得中東能夠解決。第二就係美國嘅股票基金連續6週咧繼續有資金流入，達到93億美金，加密貨幣亦吸資19億美元。但係新興市場同埋中國基金咧有流走大概116億美元，黃金基金都有12億美金。所以睇到咧香港嘅股市、中國股市咧，就算點升都升唔到，但係低位咧係升翻啲啫。最重要就係中美元首會面嘅情況係點啦？美國納指標指咧就連升6週啊，年半嚟講最長嘅升浪，最主要就係個業績相當好，同埋咧美國根本就係 tackle 中東嗰度咧應該得把聲嘅啫。咁所以半導體都業績好好，再加上好多 news， 譬如話 Intel 同蘋果傾得掂數，可能生產嗰啲晶片交俾 Intel， 咁呢個就影響到另外嗰個對手啦。台積電嘅股票咧就跌咗，當然跌得唔多3%，後來咧收窄翻啲。咁但係呢啲睇到產業鏈咧嘅一路改變，咁同埋美國係唔再咁依賴台灣嘅台積電，一路逐步減少。咁另外咧 Nvidia AI 製造商叫做 CBRS 個曲就嚟招股，咁所以越嚟越多對手對於實際現在嘅晶片、現在嘅做工全部都有。ARM 咧最近公佈業績話個手機就疲弱，因為晶片貴咗，對手機咧都係有晶片啊，就貴啦，就唔好啦。咁但係個問題咧 ，AGI 同埋嗰啲 CPU 咧可以加價，個盈利好高，所以幫到佢。咁英偉達嘅 CEO 咧，佢話有可能咧跟特朗普嚟，希望佢嚟係幫到中國和緩個關係啦。
咁啊，下一代嘅 AI 再唔係用晶片，可能用光學，所以講咧量子計算啊同埋光學啦，呢個咧滿足到 AI 嘅發展同埋個需求。咁美國晶片業做得唔錯啦，日本咧亦都係升得好緊要嘅，日經指數最大嘅軟銀集團，佢係投資最多喺 AI 嘅，佢就賺得好犀利，一日個股價上個星期四升咗18%嘅，所以咧日本個股市就升到62,462點嘅。仲有咧就係韓國、台灣亦都係新高，只有香港同中國咧未係新高，所以我哋希望我哋能夠做得到啦。上季咧就係英國音樂公司咧多賺24%，化工產品咧賺3倍添，所以我哋睇咧美國油公司咧就會受惠，咁所以油公司咧係值得買。除咗石油之後咧，科技啦、科技嘅 AI 啊同埋晶片嗰方面，能源啦、潔淨能源都受惠，因為石油嘅價錢高咧。仲有就係正話講光學，而家未來嘅發展就係光學，光學相關嘅股票咧，咁仲有韓國嘅股票、台灣嘅股票、日本相關嘅股票都會受惠嘅。中港股市最重要就係習特會、習近平同埋特朗普會面。首先咧就係已經唱好人民幣會升值，有機會去到6.5。咁 AI 同個科技國家隊咧已經投資咗好多中國嘅晶片，大概咧投資咗3510億人民幣。咁 AI 嘅熱潮帶動咗乜嘢咧？中國居然出口增加咗14%，因為全世界都要做 AI 晶片，中國好多嘢咧佢哋代替唔到，所以佢哋都要買。但係入口咧升20幾個%，咁點解咧？因為石油個問題啦，正話已經講咗㗎啦。中國 AI 商業嘅拐點咧，我哋而家啲應用嘅 physical AI 能唔能夠收費？所以豆包咧已經開始咧試收費。如果收得到，咁佢盈利嘅目標即係話佢投資咗咁多錢咧，就可以收穫啦。未來睇啲企業喺 AGI 或者 physical AI 裏邊嘅核心，佢哋能唔能夠有利潤而幫助佢哋嘅投入其他嘢？呢個係最大嘅挑戰。接住嚟睇咧，我哋睇中港股市有啲咩利好嘅元素或者利淡嘅元素咧？內地嘅一線城市喺五一長假期裏邊咧，個量升得好犀利，價都係仍然跌嘅，不過已經係好好多啦。上海咧4月份網簽破咗10年嘅紀錄嘅，刺激到啲內房股咧大概升咗2成，所以我覺得咧慢慢嚟脫險啦。當然需要時間，佔中國個 GDP 咁大，有新嘅企業代替，同埋舊嘅都需要時間。咁香港亦都有好消息，3月份嘅零售咧升12.8%，預料4月份都穩，同埋個 GDP 第一季咧5.9%。香港 PMI 跌至48.6，另外咧就標普預料香港嘅樓價升10%，高盛更加係 aggressive 進取15%，所以好多人最近買樓新樓啲價又升，成個信心就翻晒嚟。咁香港拓展人民幣計算價貿易咧 LME 就係交易所買咗嘅 LME 金屬儲存量增3萬噸，除咗黃金儲存之外，當然咧就好嗰方面啦，利淡嗰方面咧，港股咧解禁潮咧慢慢到啦。譬如今年年頭嗰啲 AI 股咧係1月嘅，咁所以6個月半嘅鎖定期，7月就要小心。但係舊年年底一路有啲新股上，嗰陣時咧就新股上市當然好啦，但係上咗市之後佢解禁啦，對個股市咧成交係好，但係個問題會唔會對股市係唔好咧？咁仲有阿里咧喺中美元首見面之前已經抽咗佢出嚟，就話咧佢藉泰國嘅企業走私晶片。當然佢否認，佢主要買咩咧？就買伺服器，伺服器裏邊嘅晶片咧就係 NVIDIA 嘅晶片咁樣做法嘅。咁另外咧就俄烏似乎就拖得更加長啲啦，因為烏克蘭原來已經嗰啲無人機發明做得越嚟越好，可以飛到俄羅斯嘅後方射佢嗰啲庫存啊、嗰啲工廠、兵工廠啊或者其他啲嘢。所以我哋亦都睇無人機越嚟越發展，所以無人機喺日本、台灣、中國或者美國相關嘅企業咧，我覺得會越嚟越受惠。最近咧，中國已經喺5日咧禁飛咗無人機。我自己係喺東企喺證監嘅持牌人士，只有持有 Apple， 但係我哋嘅公司嘅基金同埋投資者就持有 Apple、NVIDIA、台積電同埋阿里巴巴。好啦，時間差唔多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，請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，最緊要按呢個鐘仔。拜拜，多謝晒。